你是安怎对阮兜每一个人爱食啥物，你拢调查到一清二楚？也搁有10几张无共款的名片，你主要目的毋是要骗钱，无是为着啥？为着，哎呦，这是要安怎讲啦？你唔老实甲我讲嘛无要紧，为着警察等下就来啊！你豆豆向因解释。孔明啊，你听我讲啦，真多代志吼，我若解说你嘛袂相信啦。我敢若是希望讲吼，你通好好做一个头家，啊，唔通去用骗，唔通走路，啊，若无说啊伊。伊安怎？讲啊！我来替你讲好啊啦！你是毋是要讲哦？线内我会走路，啊，阮某会死，啊，我是一个无路用的爸爸，我这世人注定是一个无路用的人，对无？啊，搁来咧，啊，唔讲，啊，你毋是足够编故事的，讲啊！啊，唔我讲，对啦，当初你就应该听我的，这什么工厂啊？做什么头家啊？你家己想看卖啊咧？迄个时阵吼，我要甲工厂包空的时阵吼，我是咧起笑哟，我的理由啊！你这是啥有理由啦？你讲我鬼听鬼嘛，我信。你真正当作阮这个人才好骗哟啊？